我真係唔明點解香港需要國安法咧？我哋唔係不嬲都好自由嘅咩？Kelly 啊，自由唔等於冇秩序㗎嘛，就好似足球需要規則，國安法正正就係為咗守護我哋嘅底線，冇咗國家安全，香港嘅繁榮就只係空中樓閣。啱啊！一國兩制原本係保持香港長期穩定嘅最佳制度安排，但近年都遇到唔少新問題，包括香港特區同中央嘅關係受到挑戰，又正如反社會活動嘅冒起，藉住反對政府施政而直接或間接引發嘅社會動盪，包括2012年嘅反社會事件、2014年嘅反社會佔領行動、2019年嘅反社會風波等，呢啲行為同活動嚴重影響社會秩序，傳播大量激進嘅思維，會弱化市民嘅守法意識。哦，我知啦，咁即係話，如果香港嘅秩序俾人破壞，國安法就好似一把遮咁，為我哋遮風擋雨。太好啦！有咗國安法之後，我終於可以正常咁返學啦。係啊，以前啲商鋪日日都驚俾人砸，不過而家治安翻咗嚟啦。係啊，但係有人話國安法好似減少咗佢哋一啲自由喎。自由唔等於縱容犯罪，國安法只不過係針對一啲較少數極危害國家安全嘅人，目的就係為咗保障市民嘅權利。係啊，你哋講得啱啊！我呢度呢就有份資料。根據香港警務處資料，2023年香港整體罪案率嘅數量為90,276宗，較2022年嘅9.4萬宗下降約4%，較國安法實施前嘅2019年更大幅回落。所以2021年至2023年嘅罪案率連續3年低於國安法前嘅暴亂高峰期，呢個係一個好大嘅進步啊！